咱咧开始今仔日的聚会，请咱大家安静。这里是大港第4主日，咱要请林天龙牧师夫妇来点做第4期的啦，象征服侍甲仁爱。这是礼拜是最接近主降生的日子，咱要用信心望来等待彼此服侍，预备心来迎接主基督的来临。大家从这定位，我掉。再一个跟这个是。因为要有一个囡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守住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居地地，和平的灵魂。这是咱要来请敬拜团来带咱做敬拜。弟兄姐妹平安，在这边大家平安。平安。性感节气，我们现在跟隔壁的人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欢迎大家今天来到神的殿中，因为我们今天要一起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降生的日子。对不起，复活日子将要再来，但是今天是降生的日子。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它是最美好的礼物，是给我的，也是给你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欢迎你站立起来，跟我们一起唱歌。我们唱第一首诗歌是《普世欢腾》，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的君王，今天都有站在这个世上，明天的晨星要照亮我们的心。咱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咱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来自，伊对圣神投胎，对17日玛利亚出世，日本丢表到人来受苦，天时地死来从人父，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第3日被上帝大平，要来呀，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
公共教会信徒相通，最下面有配各我，因为我名，阿门。请坐。咱来看课文，我来客，请恁来念。咱所听见的有是最信啊，摇摆手按自己显灵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成长亲像枝子的样，也是就发大堆。伊无好形状，无意义。咱我记伊也无好形容，通互咱去回应。伊受看轻，互人放杀。受最低苦痛，常常得忧闷。伊受看轻，亲像互人唔认唔看一样。咱无尊重伊。伊是来担当咱的忧闷，陪咱的苦痛。但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伊受刑罚，咱得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咱正来做路伫伊身上。伊受压迫，拄着艰苦，也搁无开喙。伊是像羊搁亲像羊伫正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也哩无开喙。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置。伫个世代，一直受着因对外人西受征服，也是因为我的百姓所伊虽然无惊强暴，喙也无有诡诈。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灭伫罪犯的中间。我是常常做个人做，被罪犯祈祷。只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万军的耶和华，愿伫这个所在敬拜服侍你。但阮今仔日得到偌好的消息，就是基督已经搁来伫这个世上，伊对遐主理领袖来到这个世间，因为伊对上帝，伊对世间人的应允来听，要对基督的心思来发出，伊带来世间的五万，或者黑暗的地中的人看见光明。虽然经过2000年，阮犹原心摇动，阮犹原心欢喜，因为阮知即个基督是真正天下唯一的主，无个别人会当取代伊。伊是咱甲上帝中间的中保，透过伊的受死，搁互阮带来希望。但阮也知，我要甲上帝和，只有伫基督的中间，才有法度甲上帝相结合，免去永远的死。但阮满心欢喜，看见阮的兄弟姊妹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三甲奉献，也三甲唱歌学乐你，这是上大的祝福。阮相信，伫遮每一个人要对这个圣殿、对上帝的顶面来得到祝福。无论你是心肝内背重担，也是心肝内有病痛，也是因为身躯受限制，袂当来到这个所在，拢有缘偏偏要得到祝福。阮将这个祈祷也放伫这个顶面，愿主你亲自来接纳。我同心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来请圣歌队来学乐。
的听好处，听好听好，我的听好处，将我往到水中，一直路，一起让我还在主的面前，一把泪。阿妹你兄弟同在，兄弟同在，伊阿妹你，阮的听，主啊，阮的听。
花园港，也敢飞。
圣经，就是咱来看路加福音第2章第80至40，安尼做伙来看。迄地方有故人的住伫山里，暝是长见故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围雷照因，故人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庇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的，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第13节，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地，报告上帝讲，伊极权的为阳光归于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以上，即是咱要来请蔡长老来证道。今仔证道的题目是宣告喜乐。你们这平安？平安。平安的意思就是讲，我祝福你，互你即世人，互即世人所行每一个，心拢存着平安，当着苦难嘛是有平安。当着艰苦，当着快乐、喜怒哀乐，心中都有满满的平安。所以祝福别人，就像香水洒出去一样，手留余香，你自然闻到香味。所以现在我们国际惯例，我们来称平安。跟隔壁的人讲平安，平安，用你的心真的平安，喜乐的平安。今天是个非常快乐的日子，我们宣告喜乐。我们今天有看到。有一对结婚快金婚的夫妻，两个走那个结婚的礼堂上过来点蜡烛，有没有？有。他们两个非常的恩爱，有没有？有。你为什么一直笑呢？他高兴啊。高兴啊？你怎么知道他高兴？你跟他什么关系？姐妹关系。其实我们在平安之中哦，经常常哦，就紧张的恐惧。这是一个故事，在2024年前，在伯利恒有一个婴儿诞生。你说这个好像在讲的是，好像是真的是有这件事吗？从很多的罗马的书卷，从很多的犹太地区，从巴勒斯坦的地区所挖掘出来，各是不同的地方，无同款的所在，都有看到这个技术啊。迄阵哦，感觉特别一粒星，足光的，迄个叫做 K07，我们称为大卫之星。现在以色列的国旗有一个星星，那叫大卫之星。所以有的星非常的亮，非常的亮。大家就想说，因为旧约里面有讲说，如果一个星很亮，启明星出现的话，出现的时阵，出现的话就有个弥赛亚。什么叫弥赛亚？就是一个救赎的人。希伯来文说，希腊文称为基督，本来的那个希腊文称为弥赛亚，是一个救赎的受膏者。受膏，什么叫受膏？以前的当君王的人要去受膏，搞外语，一次狗。所以他们看到那个星的时候，全部的星象家都说：“有一个伟人要出生了，有一个光要出生了。”这时候很多人牧羊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在犹太那个地区，牧羊人什么都在晚上去看守他的羊群怕被豺狼吃掉，怕豺狼给他夹起，所以他们晚上半夜的时候都在那边看守。本来对他们来讲晚上没什么大不了，他们已经习惯了晚上的生活。突然看到很亮的光出现，有天使声音出现。他们看到什么动作？好害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身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的时候，牧羊人做什么动作？恐惧。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还在恐惧，我们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我
我经常练哦，今天再练一次练，今天很多社区班的来，常常咧讲，烦恼东，烦恼西，烦恼天命中，烦恼后世，烦恼小可要第六，这种烦恼小就要全部完成，烦恼暗时巴肚枵爱去食迄个卤肉饭兼菜头鱼。我们每天都在烦恼啊。有时候烦恼的时候，你会发现10件的烦恼里面，7件空，2件还像话，1件根本是庸人自扰。你回想看看这么一年，有很多事情你觉得好烦哦，好烦的，这个人怎么一天到晚讲我笑话？美女姐，你们一天到晚讲我笑话？没有，称赞。你们一天到晚在批评我？没有，我也不敢讲嘛，对不对？夸奖你有。我也不敢讲，但是不管怎么说，生活在这个世界，现在黄国昌把我骂得最惨。黄国昌现在用蔡崇义这3个字登出来啊，带队去澳洲，澳洲今天可能那个杜老师女人会回来，从澳洲回来嘛，去澳洲去坎培拉跟雪梨玩，所以要把我们监察院的整个预算删掉。我说笑一笑，没关系，就删嘛。其实我们好累哦，回来我病了1个礼拜，当道理讲到的时候身体才康复。可是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平安啊。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啊。虽然天使告诉你们，在天上荣耀归真神，地上和平归他所喜悦的人。伫天顶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我们在这希望和平，希望平安，拢爱平安嘛。咱到咱离回来，你有发觉无？咱本来家己烦恼就好啊呢，即摆搁来烦恼囝儿孙呢。后生毋知有娶某无？啊，娶某毋知娶了去某欺负，像阮这无欺负，阮用招的，就较无办法。搁来着孙仔，啊孙仔毋知会读册无？啊囡仔出来食头路，啊毋知食会好势无？其实我们真的不必烦恼这一切。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到底有几个人来？昨天晚上是我最感动的一夜。我来这边这么久，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圣诞节的晚上有这么多的社青来表演。现在在操纵那个音响的赵龙兄，他是被科技所耽误的台湾电影明星。妈咪，大只的哦。哦，大只的哦，他说不能讲大只的。这不管说昨天每个人，我们看到大家为这些东西在付出。他们不顾形象，那不叫不顾形象，他们真的是抛开自我，用他们的心，用你的心来迎接。你看我们老弟兄夫妻不但都参加，你看他的太太那个衣服是自己做的嘞，我们一针一线缝制。你们要到社区里面去绕一圈给大家看一下，没有的话等一下去绕一圈，穿上去社区绕一圈给大家看。你就看到很多夫妻或建成兄的这一对夫妇，他们来全力的投入啊。他们全力的投入在所有的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今天的，等一下我们的那个社区的公开据点，你们要表演，你们来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你说我们的贵宾，但是不要忘记哦，还是我们的家人呢。你不要以为我们来只有客人，你们还是家人。这个地方就是你们的家，这个地方只有属于主耶稣基督，没有属于任何人。不是谁比较伟大，谁地位比较高，谁比较有钱，谁比较低下，没有，这就是大家的。你们来就是这里的主人，你们来这里不要很不好意思，我来你宗教会打扰，没有，你们来，我们很高兴欢迎你们。你们来就是这里的主人呢，这个教就是为你们存在，这个教为大家所存在的，所以你在害怕之中。你去年1年之中受的恐惧，在今天你要把它放下。你害怕吗？每次看到那个共军绕台我说今年那些都出国以后回来的时候，今年哇，大家都好害怕。因为台湾海峡所占的世界的运货量超过50%内，咱嘛想把它红色起来船拢袂当入来，船若袂当入来，台湾是靠啥？客运送的呢？当然，你只要红色起来，其实台湾能够撑多久其实说真的，有一件事情我也不能讲得太明显。中科院跟国安院，包括衡山指挥所啦，还有张竹山的指挥所，张竹山指挥所大概你们都还不太了解，里面都张竹山台大旁边那个全部都挖空了，那里面很多的设备，
在很多指挥所设备，连大陆哪一个地方的飞机起飞我们都看得到，但是也不能讲得太清楚，因为这也是国防机密。但是放心，其实我们准备了很多。中科院现在反而一直告诉大家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这个东西也不好，那个东西也不好。其实很多东西是非常精良。我们国安局的人在这里，国安局我们要泄密哦。那相对的，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就像我们在恐惧之中，对自己也要有信心。我们想想看，这世界俄乌战争输的时候，3天我就把你打下来，有没有打下来？没有，几年了？2年了呢，进入第3年呢。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本来距离世界排名第22，俄罗斯排名世界第2，这怎么打啊？一打下去，打到第2年，谁赢谁输还难讲哦。这个还很难讲哦，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希望战争，每个人都不希望战争，我无所谓嘛，我们这种年纪无所谓的嘛，那当年哦，那多少几岁啊，无所谓的嘛。那相对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平安快乐的过日子，你们希望吗？希望。所以你们没有信心啊，你们希望吗？希望。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快快乐乐过日子，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美的，告诉自己我是最好的，我是最好的，要有信心啊，我是最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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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告诉自己，不要每天都忧愁，你的哎呦，反正我今天如果去上班，那个主管现在放心好了，霸凌现在已经成为最热门的事件，那个人种出了霸凌被记2趟过开除嘛。我们每一个人要尊重自己，而现在经常跟他们讲，要学会尊重，不管你的地位高低，其实没有什么叫做地位，有的是什么不同的职位，没有地位，只有职位。我跟中国讲话也是这样，这种口音在跟他讲哦。有时候我直接叫他名字，就觉得不好意思，人家已经当总统了哦，我干脆把电话换掉，我让他找不到。如果真的要找我的话，再讲，我去哪里拿？但相对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当时俄乌战争1年的时候，在教堂的广场有排了一整排所有的婴儿的椅子婴儿椅我就看到我们嘉乐大哥今天有来，嘉乐大哥，那你们注意看他这边还涂口红哦，可以帮他点一下，叫他拿过来。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婴儿都是我们的宝贝。但是你看到婴儿，你就觉得说，啊，这个世界上非常的美好。你有什么好担心？我经常讲一句话嘛，小时候快乐是很简单的事情，拿一把竹剑在那边劈树林啊，在那边劈竹啊，灌斗杯啊，很快乐嘛，对不对？长大以后，你们发觉到，快乐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简单反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们只要能够很简单的，我们来教会，我们学日语。刚才我特地看一下，不要忘记呢，我学过日语51年，只是现在忘记而已。我听他们在那边唱歌啊，比得好高兴呢。我们看到烹饪班呢，烹饪班等一下还有饼干啊，饼干是不同种类，你们可以稍微选一下啊。我们有看到他们在每个人在唱歌都带着笑容。其实你每一天都要自己唱歌啊，带着笑容。我们科学家统计说，最健康的活动是什么？唱歌啊，没有人否认呢。肺活量、整个精神各方面都要。有可能有人说唱歌最怕的是什么？游览车的唱歌，一人高兴，众人痛苦。而且麦克风被他拿到后，就永远都是他的，你别把他拿不了，有没有？塞耳朵也没有用。讲什么也没有，但是他很快乐啊。其实你应该慢慢学习，让他也很快乐，平均快乐，好不好？分担快乐。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是什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只打1年呢，打了好几年呢。那我们讲说谁对谁错，我们在这里不谈政治，无讲上对上唔对啦。但是有一项绝对唔对，遐囡仔无辜嘛，病人无辜嘛。普通百姓无辜吧，这些都不对呀、这些为什么受苦？打仗是你们大人的事情，你们高高在上的人说打就打，希特勒说打就打，希特勒说犹太人是不对，要把他灭族，就把他抓去。那个梅西是把他
把他杀掉，怪物当拍游戏，这对吗？不对，这绝对是不对的。可是战争就是几个人想到就开始发动。我们没有去过北韩哦，你们大家看到的记载，其实每天吃那个鱿鱼鸡跟鲍鱼，可是，一般的老百姓啊，这个几乎都死掉。我们所看到什么？叙利亚变天了，尤其我们看到那叙利亚的难民，你们看到没有？左边的图就叙利亚的难民，满坑满谷的叙利亚，世界各地逃窜难民很多。我们所看到最上面那个叙利亚的，我们国际把CNN把这个图特别导出来，叙利亚有一个小孩子死掉，好漂亮的小孩，来不及看到这个世界就死掉了。我们觉得我们很痛苦吗？我对面的监委叫做王幼林，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他现在在写文章，他说没关系，我的事迹全部都公布。他生个小孩子，非常的英俊潇洒。等到他长大以后，医生跟他讲，看重度暴力型的自闭症。他们两个夫妻永远生活在恐惧中，不是生活在紧张中啊。他说那个比较恐惧，那是紧张啊。他的儿子只要晚上9点以后就发作，所以他们两个9点以后，两个夫妻在家里要自己锁门呢，把房间锁起来，让他儿子在那边摔盘子，他们盘子都用塑胶的，摔了，让他吵够了以后回去睡觉。所以他跟他儿子讲话永远要正对面哦，你背面一转过去，他儿子突然就会用力，给他掐了，几公分你知哦？超过800公分呢。体重800公斤呢，然后有一天我看他来，化妆得很漂亮，为什么？整个脸七彩的，我一掉掐到以后，哇，规个面拢，来他也很快乐，他说你到面就看卖咧，看你有熟在巴黎了，你无我想要甲送去遐。他四处几乎这辈子都在找疗养院，因囝啊，一个所在，一阵子以后就被赶走，就歹教的嘛。迄个老师也无注意，我就去车里，所以常常咧换迄个疗养院。但是又也到拜五的时阵，弄攞吉他，我讲攞再弄摕来，阮干他娘，那个多个加热。因后生怎么讲吉他？他儿子最喜欢吃猪脚，所以暗时就煮猪脚给后生食。我讲你囝定定甲伊请卖互食啦，头脑嘛是因囝的所以他就讲一句话。在同理，有时候你有苦难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平我说你觉得很痛苦几年、1年、2年、3年、4年、5年，会不会过？会哦。可是他的儿子身上在巴黎疗养院，他看到那个修女师母讲一句话，请你们注意听，他们痛苦从出生到死亡，在人的眼中都是痛苦的。出生到死亡都是社会上人家看不起的人，出生到死亡都不能踏入这个社会。我们喜憨儿还会做那个饼干，那种暴力型的那个脑性麻痹的那个完全不能动，只能一辈子包着尿布过了他的一生。你还有什么好埋怨？我还是问这句话，你有什么好埋怨呐？他还是每天快乐的。每天都加班，然后到礼拜6准备比他少，攞互伊后生食。他儿子越吃越胖，越吃越胖，他们越恐。所以，巴勒斯坦这么多的战争，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天灾地变这么的多，我们所知道的今天耶稣什么？耶稣来为爱而生。为什么叫做为爱而生啊？圣经讲的嘛，圣经讲的是怎么准啊？圣经我们先不讨论圣经了，但是圣经有一件事情，你们会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圣经是经过很多的地方，不单是死海的湖圈，很多的山洞，抄出来的2、3圈写，怎么写的都一样，经过了这么几千年写的都一样，就是一样的东西。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天主说不要惧怕，在下一句是什么？不要怕啊，不要怕啊，因为今天在这个伯利恒会领诞生一个什么？一个救主叫做主基督。有人说耶稣是耶稣基督嘛，不是基督耶稣。其实那个基督是个名称，
这个弥赛亚的名称，这个弥赛亚受膏者。所以以色列人认为说，哇，400年上帝没有跟他们讲话，要派一个人来做王哦，一个人来做王偌好的吼，结果看他们算做东西当一边尔。我跟他们讲过了哈，我们12月的第一个礼拜去韩国，你知道韩国最上危险的资料是啥物？你知无？总统29个啦，是敢若文在寅资料就哩，伊讲文在寅无抓，毋是无抓，是禁还是敢抓？韩国的总统是最危险的职业，但相对的，天使告诉他们说：卖惊啦！今天我要给你报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要报给你们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是关乎万民啊，要关系万百姓的，是关系所有世界的人。国仔天才报这个消息，要关乎世界人，拢得着欢喜啊！嘿，做基督啊！所以耶稣你也最怕耶稣传着耶稣传道跟咱今年中央社府尔呢，耶稣传道是对家里离岛遐附近的国传道尔呢，一小地方呢，5当后基督教信基督的人数有多少？超过30%呢。那么现在全世界都有80亿的人口来算，我们基督教的人口已经有达到30亿左右。如果加上回教是信旧约的相信上帝的，有超过50%呢。因为他们经过所有的科学家，一个很好玩的，科学家只要经过圣经一再考据的结果，发现，圣经本来觉得是神话，他神话故事，结果他们考据结果发现太出水所在拢相共诶。简单举个例子，大水，非洲有大水的记载呀，亚洲有大水的记载呀，中国就有大水的记载呀，在哪里？中国是谁补天？上报天？女娲嘛，女娲那个我们经常把自己的约翰，其实英文是 John， 我们翻成约翰，对不对？女娲的如果希伯来文叫什么 Noah。圣经里面讲说，当时造大船，方舟里面水下来，那个人叫什么？叫诺亚。他觉得奇怪，中国很多地方，在那个很多的他们那西江地区，发现很多地方有大水淹过的痕迹耶。亚马逊人也看过大水淹过的痕迹耶。怎么那么奇妙？甚至科学家最怕的一件事情。最惊讶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不是发明 DNA 吗 ？DNA 可以一直追溯检验结果。所以我说我是平埔族我们这里都有一线如果平埔族再加上原住民福利蛮好的我如果加上去平埔族大概有300万的人是平埔族，300万以上。他的平埔族现在原住民只有60几万人，再加上我的话，大概有300多万人，太棒了。相对的，耶稣用一句话。用一个爱传遍全世界，因为耶稣来，他所传的道，耶稣讲道就讲一点，结果进了里面要悔改，第一件事情，我们都有罪呀。我说我怎么会有罪？我们的罪不是法律上的罪嘛？那罪的民法的话，原始是1225条，现在是475条。我们讲的不是这个罪，就是我们心中都会充满着那种不平，想让你的平安较好。无是你今仔穿衫只着像我平较水，你是安怎有迄个水的衫我都无？为什么？为什么迄个4斤的平海岛，你怎么就穿安水？安尼咁公平？非常没有公平。在上帝眼光，大家都是美，都是好的嘛，对不对？我们都是最好的，是人的眼光是看谁好谁坏，其实上帝的眼光每个都美好。就像一个脑血麻痹的，那个讲了很吃力，一个黄美年，各位知道那个艺术博士有一天去大关教会，我带他去机场的时候，他用手写的，说你觉得上帝创造我美不美好？他用写的，然后就我说当然是美好啊，上帝创造最美好的，因为我才可以感受到色彩的美丽。我听了以后，我一边开车眼泪一直掉。一个脑血麻痹讲不出话来的说，上帝创造他是最美好的。那我呢？用人的眼光，我比他更美好吧？可是上帝创造他，他觉得他是最美好的。
上帝用一个爱征服全世界，亚历山大用武力征服欧洲，征服了老半天。使徒所讲一句话：一个叫耶稣的人用爱征服了全世界。爱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爱可以征服全世界。耶稣来不是为了喜喜乐乐，为了做君王，他诞生在哪里？马槽啊！诞生在哪里？但在人家找不到旅馆，旅馆都没有房间，就他们旁边有一个马槽没屌啊！你们现在还没有印象，如果住在乡间都知道，边丢了一道都没屌啊！我有看一道起伏啊，还有那可以弄没屌起伏啊，马槽啊！啊遐啊无煞一个房间有你怎困？哦，迄啥物气味拢有诶，啊怎困？要说出世伫马条呢，讲较歹听嘞，讲的难听一点，耶稣出生的时候连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他在讲道，接着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讲台，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教会，他那时候没有呢，四处流浪，四处讲道，所以他说哦，狐狸它有一个洞穴，那个飞鸟它还有它的鸟巢。啊，他耶稣哦，连枕头睡觉的地方也没有。那我所看到的他的守圣餐，最后的晚餐，是他家吗？不是哎，借来的。甚至最夸张的是，他连死的地方都借来的。他的目的是借来的，因为对耶稣来讲，他没有目的啊，他3天要复活。他说3天复活是真的假的？这个我们现在不讨论宗教问题，但是历史上的记载的确很多的人。看到耶稣被钉完十字架之后，居然还在世界上这样走，所以耶稣来是为谁而来的？为你啦，为我啦，为好人来的，有没有为坏人而来？有啊，我们都是罪，就像我都觉得我是罪人。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是想，昨天每天晚上第一件事情先讲今天我做了什么坏事。我可能讲话大声，我可能对谁不好，我可能对谁有产生嫉妒，我可能批判谁，这些都是对的。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感恩上帝给我有一天，然后今天做的事情，请上帝替我安排。他为好人而来，可是他更是为坏人而来。你如果觉得你的身份很显贵，然后我走入教会，你都要对我呢用奉承的。今天如果总统来到我们中心教会，我也会特别把他安排座位。当时赖总统在台南当市长，我在万里教会服侍的时候，他来了2次，每次来都坐在后面，从头礼拜到完，之后他再跟人家打招呼。赖市长来，然后我说赖市长来了，我现在空姐位，我们做礼拜，上帝最大。等到礼拜完，大家就跟他寒暄，没有问题呀。所以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因为我一直不跟她讲时间，她是2点半开始，她不知道，她知道在下午而已，2点就来做了。没想到我们基督教的那个告别礼拜很久哦，尤其我妈妈那时候来了很多人，做了3个小时。旁边一直有人跟她讲，她可能有安排很多，她不是要去吊唁吗？要去告别式吗？都没有，全部把它退掉。相对的。我们这是爱神，要爱人。很多人我们爱神啊，神创造我们，你对你的爸爸妈妈，难道你不喜欢吗？但是刚才我们念的是《使徒圣经》里面是什么？爱神爱人。世界里面告诉我们，最重要对人的部分是什么？要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在基督教里面是最重要的信仰。尤其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都是我们的父母。我当年啊吼，就像我的父母啊，不管当弟了、弟了，我就看到我爸母啊。对父母要什么孝敬？什么叫孝？用你所有的能够对他付出最大的叫孝，很敬重他。我们经常觉得老了什么都不懂，你唱歌都就像我身体都哑了，唱歌都不好听。想当初我声音也是很美的呢，也是非常美丽的马克贝斯。那有什么关系？每个小孩都一样，觉得爸爸妈妈就像我们家那只小猴子从那个澳洲来的无尾熊一直每天都要连着我，现在5岁了，能够连你到几岁？慢慢长大开始脱离父母教授回来礼拜了，不要！我今天跟同学约要去打电玩，
然后慢慢的，我跟同学的女儿，今天啊，我们要去教会爱餐，连理你都不理你。我们中午都约好要吃饭，要看电影。等到结婚生小孩，哎呦，妈妈怎么那么伟大？等到老了，哎呦，宝宝，我若早听爸爸的话就好。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每天在循环。为爱台而来，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宣告喜乐。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报给你们的非常非常大喜的消息，这欢喜的消息是什么？在天上荣光归于真神，地上和平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听你，阳光归于上帝，地上和平归于他所欢喜的人。什么是他所喜欢的人？你们就是了。只要到教会里面来亲近耶稣，就是上帝最喜欢的人。阿门。阿门。你们都是上帝最喜欢的人，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要每天说，哎，我看我不晓得这个祷告有没有用啊？上帝会不会喜欢我？会喜欢我。所以建会你在高雄虽然有很多男朋友，不要害怕，上帝会替你选一个最好的，好不好？好。为什么好吗？我们有上帝靠。人讲剃头地道，阮阿爸辈上大啊。有什么好吗？人的剃头就上帝的开始。我们所看到的德瑞莎修女死的时候，2件衣服、1双鞋子、1本圣经、1本笔记簿，连电脑也没有，他不用电脑，他说没有时间用电脑，他的秘书帮他用就好。他的秘书的薪水他们去看他的秘书薪水，我告诉你，在座没有人想去验证他秘书薪水，他的秘书薪水是负责他吃跟住而已。其他都没有，一些零花钱而已。他所讲的，他都告诉我们，他德瑞莎修女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但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服侍神呢。今天我们看到圣歌队在唱歌因为我没什么练，所以我有一音唱错了，人句你没听出来？我有一个音唱错了，人句想不在合唱都很认真呢。为了练一首歌，你们今天要表演，你们都没有练了就直接上去吗？可能吗？可能吗？那我们那个最好的，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基督，我们每个人心中藏基督，我们是在写情书啊，就是说我们在写情书，写情书，我最厉害了，你不信问我太太，我不是写一封情书，我是写1本情书，因为我在马祖当兵。我惊伊叫照片我代时结婚啊，搁惊讲兵变，准时你再来都我拢写几本的情书，所以我练得很好，唐诗宋词背足侪，总写情书，那种山在虚无缥远，那横看成岭侧成峰，缥缈的晚霞之中看到你的影像，让我的心觉得这个世界多美好。我们随时在写情书，上帝也在写情书，告诉你们，嘿，黑兔仔，上帝好爱你哦。等一下以后我会把你们那个相片再照出来一次的。每个人都在上帝都在教我们写情书，我们就是那支笔呀，看你怎么写呀。你们来到关怀据点里面，你们每一个人记得一件事情，要写情书给隔壁的人呢。还是要对别人呢，我好爱你，心中为他祷告，我好爱你。每个人存着爱，互相在一起。比如说，做别个什么，你吃2块，我吃1块，没关系啊，我这1块再给你，没关系啊。我们要爱，所以世界上最大的贫穷是什么？是寂寞。你不觉得寂寞很可怕吗？夫妻吵架最怕是什么？打冷战。你讲。无咧冤家你我哋拢无咧吵你死，食力啦！你甲我规保养无咧吵你，你会害啊！两个冤家还佫有话通讲，拢无冤家就来安尼种冷漠的，一个惊倒边，一个惊三边。我常常咧讲，无一个台北第一个检察官的翁仔某，2个自叫教职工拢毋捌冤家过，因为你的以前第2个就冤家啊，冤家了后开始拢无讲话，特别过来你也看2间房间，一个行这边，一个行这边。你是当无生你才安起来家己，奇怪呢。所以不被关爱是最可怕的。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关怀据点？因为说真的，我们很希望你们来，没有什么目的，希望你们来这里快乐。希望你们在世的每一天都快乐。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可以再相聚。所以
基督不怕死亡，唔惊死啊！因为死在这个一个另外一个到天堂的所在啊，所以不被爱、不被欣赏，是很痛苦的事情哎。今天你们在这里唱的时候，我在那边真的好快乐，欣赏你们所做的每一个侍奉。我每一个侍奉，你真的觉得每天吃汉堡哦，我到一家高山啊吼，给他讲阿公，我今天晚上要吃麦当劳。奇怪，为什么要有麦当劳？非常不营养的东西，可是你看非洲，他们吃得起吗？不要说麦当劳啦，连三餐都成问题。我们讲讲说要减肥，你知道现在减肥最热门的是哪个机构吗？台湾女子监狱，大概那边关出来都肥成这。假期我都没在运动，所以他们要出狱之前半年要开始减肥班、运动班。台湾吼，有当时对人伤好吼，我一直觉得吼，有这个是人权嘛，可是有时候实在太好了，在监狱里面就觉得太好了，所以最后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在至高处，荣耀归真神，地上和平归他所喜悦的人。因为今天的关系，我本来要跟各位讲一些故事，但是相对的，我希望我们更应该有怎么样，少一点抱怨，多一点感恩。耶稣爱你，平安喜乐将充满你的心。我们来把电灯关掉好不好？电灯关掉，我们来看一段影片。这边关掉。这是一个中医师，他从小就痛脸。其实我小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那蝴蝶有尾巴跑来跑去，我就摸爸爸讲，我爸爸一点头都是传道人，一点都不觉得艰难。然后他现去当理师，还没做中医师之前，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奉献。有着优雅的气质，音乐的才华，他是杨法柔，从小具有灵异体质，经常遇到超自然的事件。长大后，因着这样的特质，进入殡葬业，成为礼仪师。那有一次呢，就是棺木要从礼堂，然后推到这个火葬场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就告诉我说，棺木进去并不是人生的尽头，而是永恒生命的起头。我们知道我们去了哪里。在工作中，常会接触意外身亡的案件，失手残破分离，自己又不断的与鬼魂互动，日积月累形成精神压力。为此，他四处祭拜，寻求解决。却没想到引来更多的搅扰。大家知道呢，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但可能不知道学音乐的孩子为什么长大会去当礼仪师呢？所以呢，学生特别为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欢迎杨法柔宝，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刚才说你从小就学音乐，对，我是念弹琴嘛那种。对，就是念音乐班、音乐科、音乐系。哇，这正规的哎。对对。那怎么会长大去做了礼仪师？在我小时候，爸爸是外科医生，那有做一些急救的这个动作，然后我从小在旁边帮忙，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爸爸他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那后面我就会当礼仪师，是因为我觉得是可以帮助人，对，就是帮助那些离开的人，也帮助他们的家人。长大打工的时候就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我高中打工的时候有到殡仪馆去打工，我觉得你猜。他们一直有阴阴森森，觉得我怪怪的，可能是一直在那个葬仪社的那个环境、跟殡仪馆、跟意外现场，他们那些阿飘就会跟着我回到我的宿舍，他们就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仪式或是什么？他们会在半夜打我，对，然后把我就是不让我睡觉。那因为我白天还要上课，那晚上他们都不让我睡觉，我就很困扰，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好好的睡？同学有发现你拉对吗？同学是没有发现，可是他们觉得我怪怪的，然后我就请我的学妹来跟我一起睡。就我学妹来陪我睡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她就听到有声音，她就说学姐，你房间有人吗？她就听到脚步声，然后我们宿舍有铺那个软垫，学妹跟我在同时，我看到的鬼是他们不会显现给别人看，可是那一次他们显现给我那个学妹看，因为她陪我睡，然后她就那个地板就有那个凹洞这样。脚步这样，我学妹吓到，赶快就
就为了输，所以他不敢再跟我说，他也不敢来我房间。然后我说，那我去你房间，他也说都不他，很害怕，这真的是被搅扰的。对，那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那时候很虔诚的做早晚课，然后会点香，做这些仪式，就会觉得说奇怪，这个我请回来的这个小偶像怎么都没有效。后来我一个朋友跟我建议说，你要不要拿圣经出来试试看？我说好吧，那我就试试看。睡觉的时候我这样睡，然后我就把那个圣经放在我的枕头旁边，很好睡。这个是第一次。然后第二天我不相信，我就又把它放在书桌下。可是半夜大概2、3点的时候，不行，我又被吵，我又没办法睡觉，我又在摸黑。那我就来回试了3次。后面第3次试完之后，早上起来我就拿着圣经，黑色的这本圣经，我就看着那个偶像，我说为什么我都没有打开来，可是他却有效，可以让我好好的睡觉。而这个你怎么都没有办法让我好好睡觉？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观念是，那这样是会觉得我拜的这个偶像是有效的吗？就没有再拜，就没有再拜。成长于医生世家的杨法柔，从小就深受父母的栽培，期待他将来能继承衣钵。你也快平了吧？上班会平啊。你没上班也行啊。你把病人看好了，你自己都生病了。病人吃这中了，你的医生今天几个？孝顺杨法柔，达成父母的期望，成为中医师，并透过长辈的介绍赴澳洲执业。虽然人在海外，依旧被灵界缠绕，到处拜寻求帮助，却让内心更加的茫然。那时候我上班呢，每天都会坐火车经过学习大桥。那时候我并不觉得特别的美，就觉得OK，这边是学习歌剧院，然后就是学习大桥，很漂亮。回到台湾反而会很怀念这个地方。偶然的机会，因为福音，让他开始接触信仰，也意外的经历到内心从来没有过的平安。所以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接触到？那是我在澳洲的一个病人，一个姐妹，然后她进来之后，她跟我讲说，请我帮她针灸。她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是神让我来找你的，请你帮我医治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手上还带着佛珠嘛，我还没有信主。然后我想说，她又在跟我传福音。那后来我就问她1个礼拜来3次，在后面的治疗课，我就问她说，你看不看得，就你们教会有没有看得到鬼的这样的人？她就说有啊。他说：“如果你来教会，你受洗，你信耶稣，你就会看不到，就不会再搅扰你。所以他知道神明的特质。就是在我们在做治疗过程当中，我有跟他聊，对，他就说那你要来到教会。后面我有跟他讲说，我在我们诊所的后面的那个治疗室，我会看到一男一女的外国的阿飘，他们其实不会影响我，他们只是看着我，可是总会觉得就是不舒服嘛。有一天我要坐火车上班。”他就发了一个绝志祷告文给我，他说你试着把这个绝志祷告文念出来，然后你在你的诊所门口，你就讲说奉耶稣的名，命令里面所有的邪灵厉鬼都出来。他说你相信，当你做完这个绝志祷告，你开门你进去，你试试看，你就再也会看不到。我就念了他这个绝志祷告文，我念了之后，我走进诊所，就想说看看那个绝志祷告文有没有效，我就打开那个门，你有看到了。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会再看到阿飘。对，都看不到。你那时候在澳洲已经做多久中医师？2年多才。那什么样的状况想到？因为妈妈肺腺癌，然后我知道说她的日子不久了，所以我想说回来台湾陪伴她。我要回来的那个时候，我要把银行关起，就是那边银行close。然后我就走在雪梨的街道，后面就有一个，我就经过一个教堂。然后经过教堂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就很温暖的声音，就说：“你进来啊，你进来啊。”然后那时候我就确认说，那个不是阿飘的声音。好 ，OK， 我就走进去。结果走进去坐下来，我就看到好多的小天使过来。其实那时候我不晓得，其实后面我信主才知道那是圣。但是我看很多小天使过来，那个爱，那个感觉是很温暖的。然后一涌而上围着我，然后跟我说：“我们帮你祷告。”我们帮你妈妈的身体祷告，我们帮你的事业祷告，我们帮你的健康祷告。然后他说，然后圣灵小天使他们跟我说，我为你所有的烦恼祷告的时候，你就整个就死了，因为其实我很害怕的，
医院嘛，然后要做一次这个疗程做完嘛，所以其实他每次要进去做化疗，要进到手术室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讲说，没有任何人能够陪你进到手术室，只有耶稣。然后其实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我每次都为妈妈祷告，后面他就觉得说，对，祷告可以让他心安。哦，然后每次他进手术之前，他就会很紧张，就会说赶快妹妹赶快帮我祷告。但后面他就变成是反而是祷告，他知道祷告，我的祷告会让他比较平安，然后他就进到手术室。有一次妈妈她没有办法坐起来，因为髋关节癌细胞转移到髋关节，然后没有办法坐起来，那圣灵就告诉我说，你今天邀请妈妈去教会。后面那一天我就跟妈妈讲说，这个礼拜天你跟我去教会，你就可以坐起来了。那其实我的妈妈第一次去到教会是坐着轮椅，我推她进去的。下一周我又要邀请妈妈去，妈妈又说好。那一天是母亲节，对，然后我就跟妈妈讲说，就是牧师也问她说你有没有受洗啊？妈妈说没有。然后牧师就说，那我今天为你受洗好不好？然后妈妈就说好。其实那时候我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我送给我妈妈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就是让她进到教会，然后信主，然后受洗。那妈妈离开之前是不是也是就是？那她离开之前前3天，我看到整个病房都是黑的，可是黑影笼罩里面有一小小的光，我知道那是妈妈的那个光，就是那个也是耶稣的光。光有没有特别感受？我们是神的恩，造物是他都有神的印记。那我知道说妈妈，她幸福了，她受洗了，即便她的生命快要走到在地上的生命快要走到终点，但是她还是神的儿女。那个光就是神，就是他的印记这样。那你在这个阶段，你觉得这个光让你看到这个很大的安慰？对，就带到光，就是后面让我知道说，耶稣是会把妈妈的灵魂会接到天家去过去。后来一次祷告会当中，耶稣就带我到了天堂，耶稣就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然后我看到我的妈妈在其中一区，然后耶稣呢就把我妈妈，好像那个是放大一样，把我妈妈放大，那我跟我妈妈对看。然后我妈妈这样笑，她笑的是充满平安喜乐的那个笑容，让我没有办法忘记。然后耶稣就跟我讲说，孩子，你要下去为我传福音，传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人，尤其是你在服侍的这个礼仪的这个过程的家属，告诉他们天堂是真的，开始有不一样的心情的想法，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就是你要真正认识这个生命的主，你才会知道说，你没有看过真的，你会以为假的是真的。以前看到偶像的光，哇，那个光啊很大，那光辉很大。可是当我看到神的光、上帝的光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全世界别无拯救，只有主耶稣可以拯救我们。就像他之前拯救我的灵魂，我觉得我之前的灵魂是在阴间的，可是我现在被带到了天堂，就是在地如在天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耶稣基督降生。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到我们这里来，成为我们的朋友。求主你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喜乐，让他们以后所过的每一天都有主耶稣做我们的依靠。最后说主，因为主要说点评的是我来，最后说最英雄我，安尼是做，奉主要做叫圣名来求。阿门。这是请咱去来吟普世欢腾。咱一同起立吼，咱来唱普世欢腾。Baby
安慰，连多连我连你，红的红的，中华大卫，亲爱的教会，亲爱的教会，亲爱的教会。请坐，这时候了，咱要请主位了。入学学生。哦，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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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可爱哦！嘿，好可爱哦！我们大哥也来了哦，大哥好，大姐好。这不受控的一群。在地上的爱，对他所喜
哦。啊，好，大哥，好，大哥，哎，大哥你好，大哥你好，多谢那个助理的先哈。咱接下来吼，要请咱社区班的音乐，这就是迄个音乐天地吼。你接过来了，你接过来，你接来。我看嘛是阮大哥表演上好。沉稳。哎，阮大哥。正路啊！阮大哥最好到位，拢上正路。在那遥远
个年代吼，只要超过7、8、10岁吼，喙齿落了啦吼，啊，目睭就煞煞，要唱歌实在是真困难啦吼。咱希望因永远就是快乐健康吼，用唱歌做因上快乐的时候。这时咱要来请这个日文班吼来学咯。这是咱要来请迄个美食吼，班来学咯。美食班是由迄个慧文吼，甲迄个魏如记来所指导。
他们去了有爱的地方，就是天。接着益智班的桌游由林文玲老师来带。益智班也需要桌游。
好要笑，公司还是要国民党，原你的气一强，一对你，全就一批你。阮的历史，哪里互阮？下面阮的功夫，亲像阮，到下面服务阮的人。 你带阮入去试炼，叫阮快离迄个歹个，因为讲官员、员工拢是你所有，代代无钱，代代无钱。 代代无钱，阿妹。咱要应答上帝话，请咱来吟圣诗380首，请咱起立来吟传首。我的
200首。咱临时煞请蔡长老来祝祷。主的爱和你同在，无论地下所在，满足所的心意，阿弥。阿弥陀有主的天堂，请求他那瓦水。上帝听向圣灵相当，家里常常地地，愿你们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伴随着你们。你们从今天开始，以后走的每一个脚步，都有神的爱浇滴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有的凡事交通，凡事忍耐，一切的都是为了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欢迎咱社区关怀站的朋友共同来参加伫即个圣诞的礼拜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大家同在。咱第4点，咱下主日做12月29下午4点半咱要伫遮进行即个吴英峰兄弟的圣灵洗礼，欢迎较侪人来见证即个事，嘛来斗关心、斗祈祷。第5下主日12月29，我关键要举行即个年会甲队长的就任式要就任的包括服务团队，请咱家己来看。过来，咱的圣工的分担表伫后壁，要已经公布，后尾有变更的人，请咱同工也是咱有担任事工的人会使提早来修改。以上，这是咱要来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歌。其实我关于这个来做问题，今日有爱餐大家都打闹的。比讲每一个人拢受到上帝祝福，你就爱餐了，以后拢是大大祝福。来。
听咱妈妈啊吼，会当完4楼吼4楼的妈妈伊都啊，跟有咧现在孙，我电话孙咱。